请谢牧师讲的题目是最主的温度。大家平安。平安。今仔咱的礼拜，伫咱的礼拜中的服侍，用咱的青少年做主题，是为咱的中会定伫今仔日做青年的主日。像这是一个非常真好的一个意思，意思是讲强调连教会，咱来看重咱的青少年的时间。拄仔咱毋知影，伫头前徛的这青少年，即个看拢总几个，较无50个尔。毋知偌久的时间，咱的教会无遐侪青年伫主日礼拜中间的服侍。总是我知影，我伫即个所在，伫即间教会，咱对前8天的时间来栽培这青少年。我望因会当比咱较强，我望因当比咱较好，我望因会当比咱较健全。这是将来教会未来愿望，咱需要安尼栽培，咱需要用心伫因的心情。有一摆咱青少年去中华教会参加一个特别的聚会，已经中华教会长老甲我问，恁的教会青少年哪会遐济？我讲阮来的还佫有真侪还未来。伊主要要甲我问讲是安怎较济，我干那甲伊笑笑。无甲伊讲答案，因为通常迄个答案毋是3、2天就会当得到迄个答案。我敢知影讲，用8天的时间，伫迄个所在来付出，才有一种成果，迄毋是用一句话来争取答案。我相信，这是我心内即种的愿望。头拄咱所读的这段圣经，咧甲咱讲起有一个伫信仰顶面真老练的一个传道者，伊要栽培一个后辈。就是保罗先生咧栽培伊的后进，就是提摩太。你安怎样伫即个信仰的顶面会当有一个真好的传承？这嘛是今仔日咱的教会所拄着的一个问题。咱的教会有少年、有壮年、中年，佮有遮个少年、青年等等遮个。咱要安怎来做即种传承的工作，是非常要紧。毋是干那放手互因，咱来教导因，来帮助因。互因当成长。保罗先生伫遐教导即个提摩太，伫遐甲伊讲，毋通因为你的年轻的关系，互人来看轻你；嘛毋通因为你是一个少年的，所以伫伊个信仰的顶面袂当成做其他人的一个模样。所以保罗先生伫迄个所在，甲提摩太安尼讲，你内心爱有即种心志，少年人爱有即种心志，这心志要安怎行？然后保罗是迄个所在，甲伊强调，毋是要伫遐宣传你家己少年，你家己几岁，你家己偌有成就，是偌有才调，毋是要宣传一个，那伊是伫大家面前爱画出一个基督徒迄个有的迄个品质，伫少年人的成就，就爱已经有，然后画出少年人应该有的迄种生活模式，然后爱应该有迄个属灵信仰的追求。所以保罗伫遮来提醒提摩太，遮个。是一个上基本，然后有5项代志是做门徒基本的一个要求。然后保罗伫即个所在，安尼甲提摩太伫遐讲，爱伫行道、疼心、信心、清气、讲话坚固顶面，才会来成做信徒的模样。7月初2到7月，咱的青少年有10个人计算对到家己烦恼教会，伫遐来举行即个短期的宣教的即个事工。迄间教会真细间，无冷气，日时啊，敢若靠11支电风，一直吹，一直摇，因迄个电风逐支是吊咧壁顶，所以一直摇，一直摇，非常的热。60几个遮个儿童，加上咱15个遮个青少年，佮有因当地的教会几个青年伫遐来参与，遮尔大阵的人伫遐尔热的礼拜堂中间。咱的遮个青少年礼团队嘛，欢喜伫遐来服侍什么？服侍伫遐对即个社区有真大的祝福，替即个社区来祈祷，所以有一个行军祈祷。第一天去拄落雨，所以野雨伞行军祈祷，我相信这是一个非常特别的经验。然后中间早起时啊，逐工早起有一个独家探访，伫即个环道教会附近迄庄脚的社区的所在，伫遐来做个别。爱家爱护每一户入去因的内面，甲因伫遐来当耶稣基督，然后有机会到伫家己基督教病院伫迄个所在，嘛做音乐的服侍。到每一天下晡对2点开始到4点半，就是因儿童营的教学。迄个教会准备甲备办，包括着将礼拜堂的椅仔拢搬出去外口，将
将涂骹逐工爱从拖把甲伊拖清气，包括食饭、洗碗、传刀啊、桌顶款遮个物件，然后倒粪扫等等遮个。对信用的物件，甲因的生活服饰，包括洗身躯的时间的分配、甲地点等等遮个细节，好亲像拢真侪咧，互因学习。包括伫迄个每一天结束了，暗顿结束，啊，伫迄个所在分享，甚至有一个检讨，一天的中间教学有啥物款的发生，我看见遮个青少年伫迄个过程中间有真大学习，无输大人，因拢咧做小基督的精兵，咧做主的门徒，学主的门徒。圣经无甲咱讲，做主的门徒是对几月开始，总是咱若会当愈早知为因的时阵，互因愿意有迄个心伫遐，迄个环境是非常无好。昨我甲遮个青年做伫食饭的时阵，我甲因讲，好，我去啊，去互迄乌眉网啊顶工，到即阵，到今仔日手啊搁一步一步，洗泡啊，一点一点啊，迄足上的，已经一礼拜过了，搁足上的。几千讲，牧师，我嘛是共款，你看哦。迄所在树啊真济，乌龟仔网真济，所以大家拢甲所有迄个上界宝贵物件摕出来，绿油精啦、万金油啦、美索里党啦、薄荷油啦，什么宝贵拢摕出来，吼，会当抹尽量抹，会糊的尽量糊。是一个真特别环境，总是咱的青少年欢喜伫迄个所在来学习。伊当时啊，我有一个个别习惯，佮换咱个讲话，啊，迄暗暝教会中间有一个分享，听讲因讲，我敲电话去讲，恁做乜伊家己休困啊？11点外搁咧分享，哦，你人讲感动甲分享甲感动甲，大家规条规一个衣裤啊，啊，伫遐牵手祈祷分享，听讲卫生纸用2包。迄天嘛夹足钱，伊叫出来，因卫生纸吼，摕来拭目屎拭了吼，家己入了，啊，等下涂骹就亲像水饺落来。真侪学习，哦，真侪感动。上帝互因伫即个环境中间，迄是一个真无好的环境，大个环境嘛无好。查甫囡仔困礼拜堂的，迄个讲台顶，拖拖伫困顶头，愈会蹛图书馆内底涂骹。大家用上界刻苦的迄个方式，啊，伫遐。来完成遮个，总是因伫迄个中间体验着有上帝同在。传统因防拒绝，这是正常的。传统你无防拒绝过，你袂晓当做基督徒，袂晓做主的门徒，因体验着啊，那我大家拢信耶稣，毋是遐简单的。总是伫迄个拒绝中间，因也知影讲有主的存在，就无惊吓。防拒绝嘛是笑笑欢喜，主照互你，耶稣听你。嘛有真感动的代志，因伫迄个所在，嘛有找着旧的会友、新的会友甲友群，到伫上帝面前，因搁第二摆搁去来探访。上帝呼召人来到伫上帝的面前，较要紧的就是呼召迄个人，受呼召迄个人，上帝爱咱伫遐来做伊的门徒。不管那是年轻、少年、中年、壮年、少年，主要是上帝咧找拣咱。然后，安尼，即种的稳定，上帝即个稳定再当加速，速度搁较紧，来扩展伫遐个上帝稳定要临到遐个所在，透过遮个主的门徒去做成上帝遮个事。所以，若是安尼讲是，咱讲咱做主的门徒，主要是咱要甲主做同工，咱要甲主做同工，然后将做咱上界荣耀伫即个地面上个代志。咱甲上帝做同工是无容易，就是上帝欢喜来呼召咱，互咱会当参与着遮尔啊神圣、遮尔啊要紧的即个事工，然后咱就真这是一个身份受看到。咱的青少年有真济，即摆我甲伊伫遐烦恼几工的中间，一方面甲伊相甲参与，一方面观察，我看见可能时啊有真济看起来真掂的囡仔，总是伫迄个过程中间。因无捌真济代志，知影要安怎做遮个代志，有诶甲生活有关系，有诶甲信仰有关系，知影伫遐彼此谦卑，毋是靠家己，然后是上帝怜悯甲因同在，因无法度做成遮个事。到最后是要离开诶时，第一天煞乒乓，遐个囡仔吼根本就无咧插遮个老师，无咧插伊捌你，所以大声细声跳来跳去，足爱管理。到最后一天要离开。的时阵，足侪小朋友讲：老师，啊，恁明年会过来无？
老师啊，你要走的哦，那时间过遐紧着，有真侪料想未到迄种的感动。上帝互咱伫遮青少年的遮个心情，遮底选队的心情体验着。少年人有真侪机会，少年人有真侪机会。总是咱若要将迄个机会放伫咱的信仰中间，迄就是咱上界大的一种上帝互咱的祝福教会事。我咱的青少年伫咱的服侍过程中间，无论是伫底选队也好，无论是伫咱的团契也好，咱拢知影，8年轻的时阵为主做工，8年轻的时阵，互主来用，我相信。迄是人生的中间上介好的一件事，无比这搁较有价值的，毋是讲咱青少年，咱在座每一个人，无论咱会当活伫什么时阵、时刻、地点，拢会当把握机会，互主来用，互主切肯。我想这是咱做上帝囝儿女上介水的一件事。咱伫咱的青年主义中间，咱的青少年拢会当有主用，每一个青少年拢诚做主的小门徒，主的小门徒。逐个所在拢为主来发光、做光、做亮，荣耀上帝。同时嘛，头来祈祷。是阮的主上帝，阮感谢你，你会听你的里面伫阮的中间，互阮知影，阮就当阮受你呼召来到伫主你的面前时，阮就是要诚做主你的门徒。诚做主你的门徒，就是互主你来甲阮雕塑，互主你甲阮操练，兼在迄个过程中间。有无啥顺阮的意思？有时阵有真侪吃苦，有真侪阮料想袂到迄种的困境，总是你要操练阮的品行，互阮伫即个过程中间知影安怎顺服上帝，又照上帝你雕塑的款式，才会当成就上帝你爱迄个温度的模式甲条件，然后才会当互主你切肯，到伫上帝你爱阮去的迄个场所底下受适用。就当阮有安尼即种的了解的时阵，阮就袂感觉，阮伫主你面前受装备遮个所食的遮个苦，所要拄着遮个困境，对伫阮是无安尼啊好担当的事。上帝感谢你，互阮的青少年一几档的中间，无论是伫团契中间的学习，啊伫生活中间的学习，也是遮个特别灵修营、遮个训练等等，我相信上帝你有真大的心意伫阮的永福教会青少年的中间。我相信因的成长毋是无原因，因为上帝你互伊看起，伊个团契中间就是一个属灵的家庭，伊要伫遮成长，伊就爱伫遐关心付出，然后装备家己，互其他的人嘛甲因做阵成长。主感谢你，互因切切去即种的学习的过程中间来，知影成长甲老练是什么。主感谢你，互阮伫中华中会今仔日国教会，阮拢要伫即个所在来呼吁青年主任。青年、少年是教会未来的动力。我们要栽培因，互因会当发代志，伫信仰的顶面搁较潜在，诚侪成熟老练的小基督、温度等等，拢需要学习上帝你所要甲阮教示的这个道理。愿主你也帮助阮，阮的青少年可能透过伫年轻的时阵，也要献心伫主你的面前，互主你来操练。伫一生的中间，无论是功课，无论是事业，无论是因将来结婚。的伴侣，也是因以后行到上面即个阶段，拢有主你的听，相随伫因的中间，甲因相共同行天的道路。愿主你安尼赐福伫阮的中间，也互阮伫今仔日敬拜入面体验着，阮搁一摆要倒来到伫阮少年的时阵，迄种心境，跟主你的脚步来行，亲像基督的精兵一般样。感谢你听阮的祈祷，伫你面前安尼感谢，拢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主名来祈求。阿门。